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5，箴言29章6節安尼講：歹人會互家己的罪填條，毋過義人有歡呼，有快樂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無驚歹，就驚義，就有歡呼快樂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聖潔公義的至高上帝，你的話真實無虛假，你的信實堅定無改變，你的權能遍滿佇全地。主啊！感謝你的保守甲引帶，互阮行佇正直的路。求你賜阮智慧甲開咱，互阮堅守你的真理，無偏離你的旨意來行。主啊，感謝你的疼甲恩典，也是去引帶阮的腳步。求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專心來倚靠你，無互世俗來引誘。互阮無互罪來填盤，來行佇偏差的道路。主啊，因為歹人會互家己的罪填條，毋過義人有歡呼，有快樂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